nasılda Toma az 好的，首先呢，要向所有参与这次祈愿法会的所有的主顾、堪布阿舍离、善知识们，还有所有的僧伽大众，还有施主们，还有所有与会的举行弟子们，首先问候大家身体健康。那么我们继续这次的课程就是阿底峡尊者传阿底峡尊者传。如同呢，昨天我们在课程中说到，在阿底峡尊者抵达藏地之前呢，他在印度就已经享有极高的声望。根据觉囊派大师多罗纳他所著的《印度佛教史》记载，阿底峡尊者后来担任了超戒寺的住持，同时呢也是飞行寺的住持。另外呢，正如昨天也有提到过，在许多阿底峡尊者的传记当中，都有记载，说到他被所有佛教的部派都尊崇为这个上师。我们可以看到，卓杰他在抵达藏地之前他就是一位在印度拥有极高这个声望的这样一位大师。接着要谈一下关于迎请尊者入藏的方式是什么。在古代情况跟现今是截然不同的。当时无论是迎请印度班智达入藏，还是说这个藏人前往这个印度朝圣或者求学，都是一项呢需要付出无量可以说这艰辛的一个事业。特别呢是在那个时代阿底峡尊者在印度佛教界不仅享有盛名，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将如此有如此的盛名还有地位的这样一位大师引请到藏地呢？所以呢，我们这里不禁要问的就是，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才使得引请尊者入藏成为一种可能，并且最终真的成功的将他引请到了藏地呢？在谈到引请过程的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当时这个藏地的这个整个的时代背景是什么。那么，尊者进入到藏地的时候，其实是藏传佛教比较这个开始可以说衰败的一个时候。但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就是在西藏从7世纪初期的松赞干布开始，佛教开始兴盛。那到了赤松德赞的时候，佛教得到广泛的弘扬。之后呢，是第4代的君主君王叫做达玛乌东赞，就是朗达玛。他在公元841年左右，他摧毁了佛法。
那朗达玛呢，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尔松，一个叫云丹。俄松的这个孙子叫做吉德尼玛滚，他当时呢就逃到了当时称为叫象雄的这个地区。现在呢，就是以阿里地区为中心的一个区域，这当时叫象雄。总之呢，这位尔松呢就成为了那个地方的国王。那这一位吉德尼玛滚呢，他也有三个儿子。后来他为了防止他的三个儿子兄弟之间发生这种争斗，所以他将阿里地区分为三个部分，然后分给三个儿子各自去治理。所以由此就产生了阿里三维这样的一个称谓。其中呢，三个这个部分有一个地区叫布ran所以布ran这个地区呢是由次子第二个儿子扎西德衮来统治。后来呢，在这片土地上就建立了享有盛名的一个王朝，叫古格王朝。那在布ran地区的这位扎西德格呢，他有两个儿子，其中的长子叫松耶，那这位长子松耶后来也出家为僧，他法号就是拉拉玛耶谢瑜。那为什么叫拉拉玛呢？就是因为他本来是国王，后来出家，所以这样的人就会得到一个拉拉玛这样的一个称号。历史上拉拉玛也是于为西藏做出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他的贡献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促进了这个佛教从上路开始复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让这个帕拉三尊者，就是印度的这个班智达等人，然后传播这个戒律的传承，就是从上路开始传播戒律传承。然后呢，也在阿里地区新建了一座寺院，叫做托林寺。这座寺院是阿里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寺院，至今呢也保存完好。如果我们现在去呢，也都可以朝礼这座寺院的。他的第二个贡献是什么呢？也就是他发起迎请阿底峡尊者入藏。第三个贡献是呢，他培养了像是大义士仁钦桑布等等很多的义师，并且开始翻译包括新译密师在内的很多的这些典籍。以上呢，就是拉拉玛也谢瑜他的这些重要的贡献对于西藏的。所以在也谢瑜他的这个时代距离朗达玛密佛已经过去了大概有100年。所以在这样大约是5代人的时间里面呢，这个佛法是严重衰退的。特别是在也是于统治的
那个地区，也就是阿里或者说象雄地区哦，它本来是本教的发源地。所以当时呢，很多的人们哦，主要那个地区哦，主要信奉的也是本教，所以说懂得佛法的人呢是很少的。甚至更严重的一个情况是呢，在藏地哦，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许多这些不懂正法，却使用这种欺骗手段传播邪法的人。这些人呢，他不仅是藏人，还有印度人。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因为藏人对于来自印度的人哦，是特别的恭敬，并且会赐予这些黄金哦，可以说供养这个黄金的，对他们供养黄金的。所以一些呢品性不端的这种印度班智达，也就慕名来到这个藏地。当然，其中可能有一些其实是很好的班智达吧，但是总之可能有后来为了这个要取得黄金哦，而有一些改变。总之，他们呢就随意的传授佛法，尤其是对这个密法做出错误的一些诠释，那最终导致教法的混乱。所以当时呢，也是有一个亲自钻研佛经论点哦，他深入观察之后，他就清楚认识到这些人的行为跟佛法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制定了很多的法律哦，规范来纠正这些情况。他当时的那些法律哦，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得到的。我们从很多文献里面都有看到他当时的做的这些法律是什么。但是呢，总之效果是并不理想。所以经过深思之后，他认为有必要从印度请来真正的这些班智达，还有具有权威的大师来整顿和净化这个教法。那么迎请尊者入藏的一个经过是怎么样的呢？所以就像前面谈到过，迎请阿底峡尊者入藏，可以说是也是有一个第二大贡献。所以拉喇嘛也是有人呢，他也认为必须迎请阿底峡尊者入藏的原因哦，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为了解决当时藏传佛教所面临的这些各种困境。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藏地已经没有一位大家都公认是权威的一位藏人藏族的这个大师已经没有了。而且在当时呢，人们普遍认为哦，印度是佛法的发源地，所以大家都特别推崇来自印度的大师。所以如果要寻找这么一位众人都能敬仰的上师，那这位上师他就必须是来自印度的，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不仅如此哦，这位大师还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呢，是他在印度要有相当的声望，
其次是他的年纪也不能太大，所以他的年龄呢还有体力哦，要适合能够远赴这个藏地。再来是他必须，当然他必须这个精通显教和密教，因为就像当时藏传佛教面临的困境哦，就是很多人错误的传播这个密教密法，所以最后一个条件是，他要具有这个清净的发心，还要有可以说高尚的品性哦。因为当时藏传佛教的困境就是有各种奇怪的行为哦，不正确的、不如法的行为，所以最后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有清净的发心，还要有这个清净的高尚的品性。所以在当时的印度，如果要寻找这么一位同时能够具备这所有条件的班智达，似乎没有比这个阿底峡尊者更为合适和理想的这个人选了。所以前面我们看到，真正这个迎请、计划迎请尊者入藏的是耶舍日，但是真正将阿底峡尊者迎请到藏地的是菩提光。在一些西藏的历史文献当中哦，多数都提到说是也是为了迎请阿底峡尊者而牺牲了生命，有这样一个事件。但是到底是否是真的啊，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无论如何，也是不是为了迎请阿底峡尊者而牺牲了生命哦？但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也是鱼的话，这个阿底峡尊者是不可能来到藏地的。接着，我们谈一下阿底峡尊者入藏的经过是什么。当时呢，也是有就将迎请阿底峡尊者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责任，托付给一位年长的义师，啊，他的名字是迦尊珠森格。但是呢，他第一次的这个迎请啊，并没有成功，所以没有真正请到阿底峡尊者入藏。之后没过多久，这个拉喇嘛也是也因为年事已高哦，所以还没有实现这个心愿，就迎请尊者的心愿，他就圆寂了。所以在也是于临终前哦，他将一个重要的一个遗愿托付给他的侄子，就是菩提光。这个遗愿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迎请阿底峡尊者入藏。所以菩提光为了实现他的叔父，就是也谢于的这个遗愿，这个心愿，所以他也下定决心一定要迎请尊者，所以他就派遣纳措义师再次前往印度，来迎请阿底峡尊者。所以之后，纳措义师他们一行人哦，就抵达了阿底峡尊者他所在的这个超戒寺。这座寺院哦，是由当时的帕拉王朝的第四代的国王叫法护，他在8世纪所建立的。
这座超戒寺是继那烂陀寺之后最重要的佛教学府，特别呢是以作为密法教学研修的，以为核心的这样一座寺院而闻名。所以当时呢，纳措义师一行人就抵达了超戒寺，而第一次迎请尊者入藏的那一位迦尊珠僧格呢，他也在这个超戒寺里学习，所以他们就碰面了，先有一些讨论，就是讨论说，应该如何迎请阿底峡。由于他之前没有能够成功迎请阿底峡尊者，而且他也清楚其中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原因在哪里，所以呢，迦尊珠僧格呢，他就提出了建议说，你们最好先不要说自己是来迎请的人，而是要表现的呢像是来学习的。所以他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总之，你们就装的是来学习的样子，而不是说一下子就表明自己是来迎请的人。然后他接着说，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呢，我会再告诉你们该如何进行这个迎请。所以呢，纳措义师他们一行人就在那边停留了大约1年的时间。之后有一天，他们终于就找到机会向阿底峡尊者提出他们是来迎请他入藏。尊者阿底峡尊者听完之后，他就回应他们说：“从你们的这个描述来看，藏地的国王确实可能是一位菩萨。”所以呢，如果我违背了菩萨的旨意那是不行的。再说呢，为了佛法的弘扬，加上你们也经历了这么多的艰辛来到这里，所以这次我一定要想办法去这个藏地的。但是呢，尊者他内心还是有一些疑惑，这到底去藏地是正确的决定吗？所以呢，尊者为了这件事情，就特别请示了他的殊胜本尊，就是至尊度母。那杜母就授记他，或者说回答他说，这次去藏地会有很大的利益，特别是会利益到一位居士。那据说呢，这位居士他指的就是众顿巴。所以这就是杜母的这个回答，一个授记。那么之后，尊者知道要去藏地是一件大事，所以他就想说，应该先到金刚座，就是菩提迦叶，做一个大的供养祈请。
那么当时呢，就有一位这个住持堪布叫做智吉友，他就送来了一把这个线香就并且说你要将这个线香供养给菩提迦叶那位头发花白而且有点蓬乱的一位老妇人。所以当阿底峡尊者到达菩提迦叶的时候呢，他就真的遇到了前面提到的那位这个老妇人。那老妇人一碰到尊者就说把那个要送给我的线香拿来。这时候尊者一看，也意识到说他不是这个普通人，所以就在心中这个顶礼。那为什么说是在心中顶礼就是因为他心中也觉得这个老妇人应该不是普通人，可能是一位空行母的化身，但他自己的身份是出家人嘛，所以不好向一位就是在家人老妇人顶礼，所以他就在心中顶礼。而且呢，请问说，接着就请问这位老妇人说，我去藏地是否有利益？这时候老妇人的回答跟杜母所说的是相同的，是有利益的。但是尊者心中也想说这个藏地路途遥远然后会不会有危险所以他也又问到说，那我这一趟行程会对生命有危险吗？老妇人就说，如果去藏地，寿命是会缩短。这时候尊者一听到就问说，会这个短多少？就是减寿多少？老妇人就说，如果你不去藏地的话，能活到92岁；去的话呢，就只能活到73岁左右。这就是说，寿命这样会缩短大约20年。据说呢，当时尊者听到之后就心想，只要能利益到藏地因为这上杜母也受记，还有这个老妇人也说是确定是利益能够对藏地起到利益的，所以他说只要能够利益藏地的话，寿命缩短也是无所谓的。所以他就升起了极大的勇气，就下定决心要去藏地。但是如果他就直接说我要去藏地了，这样也不行。那就像前面说，因为毕竟阿底峡尊者已经是在印度的这样一位具有盛名的一位大师了，所以如果他直接就说我要离开印度了，去藏地的话，当时可能印度的国王也好，或者说寺院的负责人都是不会同意的。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些方法，他就以这个朝圣为名，然后在各个地方就来回游历朝圣多次。总之，最后他就来到了尼泊尔。当时呢，有一位从一开始就对这件事情有点感到不安的一位住持，他也是来自超戒寺的，是超戒寺的一位住持因为他本来就感觉这件事不太对劲，所以他就一路跟随着尊者，就到了尼泊尔。所以那个时候，他终于得知，尊者原来根本计划是要到藏地的。大概当时尊者就有跟这位超戒司的住持说吧，他的计划。所以这时候，这个住持听到之后，他就对这个纳措医师有些可以说抱怨或指责。他就说：“你们根本不是来求学的嘛，是来这个偷人的。”他接着说，他对纳措医师说：“说实话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不愿意让这个尊者离开。”
但是如果说他去了这个藏地，那么印度的佛教就有灭亡的这个危险。总之，最后这个纳措义师就和这位超戒寺的这个印度的住持达成了一个协议。这协议是什么呢？就是尊者在藏地只能住3年，3年之后呢，必须要返回这个印度的。纳措义师呢也为此立下了誓言。那么这时候，这个超戒寺的住持他们总之才勉强同意说，好，那就让尊者去藏地吧。那纳措一行人纳措义师他们迎请尊者的时候，那时候尊者几岁呢？他已经55岁多了。所以这个寿命这个岁数按照当时人的寿命来看是相当高龄了。不仅如此，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在很多文献都有记载，尊者当时在印度已经成为可以说举国闻名极具影响力的这个大学者，这样一位大师。而且他不仅被任命为超戒寺和飞行寺这些佛教重要寺院的住持他还担任很多其他重要寺院的主持或者说管理者。所以据说他平时腰间至少要挂着18把钥匙。所以因此，印度人对于让尊者去西藏非常的谨慎，因为对印度的佛教徒来说，尊者留在印度至关重要。例如在超戒寺的墙壁上，右边会画有龙树菩萨像，左边是会有尊者像。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真的当时印度的人们将他视为跟龙树菩萨同等重要的大师。所以尊者他们一行人阿底峡他们一行人就在尼泊尔停留了大约1年。但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途中呢，尊者的义师叫尊珠森格，他圆寂了。当时阿底峡尊者就感叹到说如今义师已经圆寂，我就如同失去了舌头。那么我现在去藏地还有意义吗？是不是没意义了？那纳措义师当时听到，他回答说：不用担心，在藏地呢，还有一位著名的义师叫仁钦桑布。所以你不用担心没有意识，而且呢，就算是日常的一般对话，我也能够翻译的。所以请您不用担心，然后请您慈悲垂念一定要去一定要来到藏地的。所以由于纳措义师这番诚恳的祈请所以尊者就继续前往这个西藏。所以最终是在公元1040年的时候，当时尊者59岁的时候呢，抵达了阿里地区。那么那个时候呢，菩提光已经出家了，所以一直在等候着阿底峡尊者的到来，并早早的就做好了这个迎接的迎请的准备。所以当尊者一行人快要抵达托林寺的时候，据说当时是有300位穿着白衣，然后骑着白马的人
在那边迎请，而且他们是手持着伞盖、圣床啊、床幡啊、各种等这些供养的物品，就非常盛大的有这样一个迎接的队伍，他们在那排列着。特别呢，是为了让这个迎接更加隆重壮观，所以菩提光呢，他就想说，要迎请这样的一位大师哦，所以他就说一定要制作一种这个声音能够传得很远的，就是声音很响的一种乐器。所以据说我们现在寺院里面，藏传寺院里面会吹奏的这个叫喇东啊，藏文发音是喇东，就是一种长号。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制造出来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喇东或者说这种长号，它就被称为叫迎请义师，迎请义师班智达的这个法号长号。据说当时第一次吹响这个铜号长号的时候，藏地的这些牦牛啊等等这些野兽都吓得不得了，还有所有的这个马匹马呢也都这个害怕的，就是跳起来然后跑走。据说当时有一位老太太、老婆婆在正在挤牛奶，然后突然一下，他们吹奏这个长号的时候，因为都没听过嘛，所以全都这些野兽都跑走，动物都跑走，吓跑。然后那位老太太她挤的这个牛奶也洒了一地，然后这个老婆婆就很生气，她就说了，她说我不管这个引请的人是谁，他把我这个牛奶洒了一地，所以一定要赔我这个牛奶。所以他就抓了一把这个土一把沙，就走过去就往那边丢跟撒，很生气的。那就说当时，总之阿底峡尊者随着队伍，就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阿底峡尊者是长得很端正、很庄严的。所以总之他还没有撒那个这个沙跟这个土。总之，老太太抓着想要去丢在他脸上，阿底峡尊者脸上的时候，但一看到尊者怎么长得这么的庄严他就也升起了信心，然后总之他也就不再生气了，等等，有这样的一段故事。那么后面接着我们会提到他到了藏地之后是如何说法的等等一些内容这些我们留在明天再讲。好的。